알았어. 나, 아, 나 결심 부가 초주를 못해. 나는 걔는 무슨, 나把这嗯屋里设备，呃要首先问候以波卡仁波切跟堪布东有仁波切为主的上师堪布山知识，同时也要问候这个佛学院的学生们、尼寺的所有的尼众们，也要问候在网络上观看这个听课的所有的法友们，大家好。당연히야. 내가 참지 제로도. 아니 저는报道了明明这样报道，接下来学校了，这吧，然后上学做了这些那个语言嘛，咱你咱们学现在这刚到就学东西的了。第些罗马的这把康说的，这边这个像每个年吧，对吧？这那的像发一个了，罗的那个冲锋的那没给了，当着个也那个是吧？他们这个老大概觉得。从你要是给别人说大学门口是给我身边百分之十给人苦工钱就住吧了，你是不给出国钱就是不送到那个玩意儿，都是些个做小月。百亩几去人工上面没住单位说人民人就录了什么状态，先不是这么的。用人了嘛，就把它这样的，现在看来也是英国的颜色，不要用就这样了，这点嘛不能生的。个月人不见了，这样子了，把点东西想还是工作那么干嘛吧？英国工作呢，实习别就一他们那种嘛，之类工资小了，就实际别就这么的，就是自己去问的。这种专门都是讲我了，是现在说的咱们就他们也送着工作的了，宁可他就这样那么个。没有多些小了厂子了，把你咋了嘛？人不是大概就外面点酒了，个人情别管那些什么，我送多烟我都咋都说，那说，哦呀，嗯。哦呀，他这一点，当然，卡上我们几个出来的，卡上我们三的，卡上，那么的，卡上的，看你一个这样的下一个，昨天和前天呢，讲了许多有关这个吃素的部分，也就是断肉的部分。那昨天呢，我没注意时间。那昨天的第二堂课大概是这几次课程当中最长的一次了，有超过时间。我也没特别注意时间，所以越讲到后面还有点累。后来才发现，这个是讲的比较多一些了。所以大概身体也告诉我，身体就在说时间到了，时间到了。所以总之，昨天第二堂课呢，这个时间讲的比较长。那么今天呢，也会再讲一些有关跟这个断肉有关的部分。那么昨天有些没有讲完的部分呢，今天会继续讲。但是呢，首先开始，我想还是先讲一下这个《妙行自传》里面的颂文。他天亮，那么他立即没过天亮，天呢，他的老大。
俺的被刚刚老 control 前，第四个来读的。我这里自己要控制很多的器材，还蛮麻烦的。老叔，哪里下的了呀？那么的理解没给拿了了呀？就在妙行自传当中，那么主要有2个第2个部分就是正行，有前行跟正行哦。第2个是正行实践三世道之法，这里面也有3个部分，也就是下士道、中士道跟上士道。那我们现在已经讲到的是第3个，也就是实践上士道之法。那上士道的这个修持呢，它又可以分为2个部分，一个呢是动机发菩提心，再来第2个是行持等等。那么第一个动机发菩提心之法的这个颂文呢，它是第9个颂文第9个妙行，这之前其实课程中已经讲过了。但是当时没有讲的比较多，所以今天再讲的详细一些。所以复习一下这个颂文是：无别众生，同为我昔日父母，若分亲疏，实为不当，故而怀赤诚之心，携生苦众生以不敌果位，欲利益彼等，此为我妙行之一。所以在米直多杰的一部著作当中上次已经谈到他那部就是教授自传的教研已经引述过了上一次。那相关的一些解释我想的是那一般来说，当我们说自己也好，他人也好，或者说跟我们有关联的，总之周围身边的人我们会说我们很多都是佛教徒，尤其我们会说呢自己是这个大乘佛教徒或者说自己是这个行持密乘的佛教徒等等。虽然是这么说，但是呢，是不是我们真的名副其实有做到呢？虽然有这样子的名称，有这样子的一些好像行为举止，但是真的我们有实践真的做到，比如说大乘的一个行者的该做的吗？有时候并没有。那么像很多时候我们对于像自己人我们总是会袒护自己人，所以呢像当自己人这个遭遇到一些困难或者说一些危难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就会很担心，然后也会感受到一种痛苦。但是呢，对于那些自己不喜欢的人或者所谓的敌人的时候，态度就不一样。如果看到他们这个走运了，或者说他们很发达了，很好的话，自己反而却无法接受，甚至是很受不了，他们怎么会这么好？
所以会有一种这种不舒服的感觉。所以我们不用说有这种真的是我别说利益他人了，或者说有关爱众生了，先不谈那么多，甚至我们很多实际在做的其实是对于我们不喜欢的那些人，就是在伤害他们，用尽一切的力量想伤害他们，甚至在语言上会说他们的坏话，批评他们等等。所以虽然说自己是佛教徒，大乘佛教徒，但其实内心真的没有任何所谓关爱众生的真的这样做到没有。所以心中很多时候我们真的实际在说或者实际在做的是身体上语言上的各种行为都是尽量的在把自己这一切呢都用在伤害那些我不喜欢的人的上面。他一生呢就这样子了，可以说糟蹋。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想一想，就自己是不是真的名副其实，或者说自己称是修行人，但真的是有这样做到吗？很多人如果说你这个修行人怎么是这个样子，怎么没有做好，那这时候你可能就会很生气，无法接受。那其实真的是自己要自己有一种能够反省的能力，这是最重要的。所以平时呢，无论你在做任何修持的时候，常常祖师都会告诉我们，一定要看好自己的动机。虽然我们的行为举止好像在做的是一些修行学佛的事，但是你的内心是不是真的有带着一个好的正确的动机在做？你的言行是否心行是否能够这个合一哦？它很重要的还是在于你的内心的动机。所以其实这时候别人他是没有办法看得出你的内心想的是什么的。所以刚刚谈到说反省是你自己对自己最清楚，所以随时都应该要能够反省一下自己，那然后才会自己也会做决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那而不是别人来告诉你的。那所以我们讲到这里，我们来看米支多杰他是怎么做的呢？他自己是怎么行持的呢？首先我们说，当然米支多杰他是一个佛教徒，然后他也是一个大乘的一个修行者。那他是怎么样做到的？他是怎么样去实践这个慈悲心的呢？首先呢，他不是一个这种巧言令色的人，他不是，而是呢，他真的总是发自内心他知道说真的一切众生都是父母，都是对我们有恩惠的。由于他有这样常常带着这样的一个认知所以无论谁任何一个众生遭遇到了像痛苦，或者他们在造作这些痛苦的因，也就是在行持各种不善各种恶行的时候，法王他只要是被他看到，或者他听到这样的情况，他的身体他的语言或他的心意上都会表现出这种很难忍的不忍的这种悲悯之情。他周围的人就侍者呀，周围的人都看到法王是这样子的。尤其呢是除了众生这样子痛苦，还有很多时候一些地方遭遇到疾病天灾传染病天灾，还有饥荒，很多人死亡，或者说战争，还有的时候是他知道有师徒或者说这些主仆之间那么发生了很多这些仇恨等等。法王他只要
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就会感到很大的一种痛苦和这种焦虑、担忧，就像发生在自己身上是一样的。然后他都会一直在说，甚至口头都会说，到底他们该怎么办呀？该怎么帮他们呀？还有，当法王听到说上有出家人这个违反了戒律，或者说失去了信仰，有这种升起邪见的时候，他也会为对方这个非常非常的担心，非常担心对方。尤其呢，当时第八世法王的时候，那西藏各地都有这种所谓的这种官员，或者说这些领主啊，这些首长，那么就所谓的这些达官贵人啊，或者说还有一些地方的这种宗教领袖比较有名的一些上师等等。那有的时候这些官员或者说这些上师们可能也有了造作一些不好的动机，还有行为的时候，那当法王听到了他们是这样子的时候，法王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哎呀，这些官员也好，上师啊，他们真正应该要成为的是、做到的是，众人的一个医护。但是呢，他们的想法还有他们的行为来看的话，别说是利益别人了，甚至他们来世到底会投身到怎么样的地狱啊？所以到底该怎么办呀？他们，所以第八世法王他总是在这样子担心着关心着这些人。但还有的时候，密支多杰身边会有很多人会有很多人来觐见这个密支多杰。那有的时候一个官员来见他，那又会说另外一个官员的这个问题。所以有些人就说，到底我应该去讨好哪一个官员啊？有些人就会这样子来说，他就跟法王报告说：“哎，我跟这个官员不太好，关系不是很好。那我真不知道这个如果关系不好，然后我这样会不会遭受到一些不好的情况啊，或者说对待啊等等，就这样子跟法王在抱怨。那这时候法王会说什么呢？他会说：你呢？你真正这个就近的一个，你已经完全这个真正该要去想的规划的来生的这些事情你都没有做，全都被你糟蹋了，你完全弄错了。反而担心的是你跟这个官员的关系好不好，或者说有没有真的讨好到这个官员。你的这个担忧真的是一种就是一种根本是妄想的这样的没有用的这样的一种痛苦。总之呢，在西藏就有一个比喻，就是说这种痛苦就像是就有一只这个鸟，它要降落的时候，它不会两只脚同时，它通常是两只脚同时着地而是先是一只脚着地，然后再是一只脚。那这时候有一个这种很会说话就讲话的人就说，他为什么鸟呢要先一只脚下来，再另外一只脚才下来才着地呢？这个人就解释说，如果他两只脚同时着地的话，那这个地他怕那鸟大概怕这个地会裂开，所以他两只脚呢没有同时着地。反正就是一个那种
很爱乱说话的人这样解释哦。所以总之在做的比喻就是说，法王就会说这些人，你呢真正该担心的事不担心，然后呢这些不该担心的事情在那边瞎操心。那为什么法王会有这样的对话哦？他主要是说，你可以看到他真正在关心，他总是关注的是真正这个人他未来的就近的这个快乐长远的利益，他是不是真的有在做到？他担心的总是这一个。那过去还有一段故事说，有人会来请示法王说，像是可能我的朋友啊，或者是亲戚，这个已经往生了。那为了这些往生者，那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功德？那米居多姐怎么说呢？法王说，你如果这么关心这位往生者的话，对他是这么有这样的悲心的话，难道六道众生不是你的父母吗？不曾为你的父母吗？你是不是也应该这样子去关心所有众生呢？就这段话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米居多姐他的内心深处，他是完全，他是总是想着他总是确信着，就是众生都是父母。所以不管是你看他的行为，他在跟人的对话的时候，他的都是讲出的都是他内心所想的众生都是父母的这样子的，都有这样子的动机跟想法。同时呢，他的心中总是关爱他人胜于自己，他具有这样子一种恳切的一种情感所以总是自然的会流露出来。所以他周围的这些弟子侍从也都看到跟经历到。同时呢，无论这个彼此之间的关系是伤害的还是帮助的，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那个人伤害我，那我就不要对他好，那个人帮助过我就要对他好，我们只是一般人会有这样的想法。但法王他不会在意这一些，他内心深处相信的是，我们一切众生无始以来都是很亲密的朋友，都是亲人，所以全部的人都是自己人，他从来没有那种敌我之分呢。同时他对于这个不管是贫富贵贱任何人，他对于任何人他都没有我要赢过他，或者说我要打败某种人，他从来没有这样的念头升起。他总是想的是希望怎么样帮助到所有的人。还有平时很多人会来觐见法王的时候，法王喜欢听的大家说的是什么？是那些不夹杂有贪嗔这些烦恼的对话，不然他对于那些带有歧视带有这种偏见的这些话，他是不喜欢的。但是呢，他也不会当下的去说那个人你不应该这样讲或什么，他不会的。但是他的内心是不喜欢听到那些话的。同时呢，米居多杰他对于身边的人呢，也是都一视同仁的。所以无论呢他的侍者为法王做什么样的做怎么样的服务呢，法王都很随意，都可以。不然有的上司很严厉嘛，这个侍者可能供养一杯茶的时候，这个茶太热也会被骂，或者太冷也会被骂。但法王呢，他是很随和的，他是怎么样对待他都可以的。所以侍者做起来也很轻松。那不只是侍者，或者说还有这个噶千大营中的这些执事工作人员，那法王有的时候也会交办一些事情。
当然，有的时候会做得到，有时候事情成功，有时候事情失败。但是呢，法王也不会去呵斥责骂他们，不会的。当然，有时也会发现到，他这个某某人有些问题，比如说他做事上啊，或者各方面有问题，他也不会当面的去斥责，也不会再让他这个丢了面子，他不会的。总之呢，他是很善巧的，然后很一视同仁的对待，慈悲的对待所有的人。所以也因为法王是这个样子，所以长时间待在法王身边的那些人呢，很自然的就有些改变，比如说烦恼也变少了，不会再贪嗔的这种动机都变少了，然后想要利益他人的心也变多，而且甚至世间工作的这些方式上也变得更加伶俐然后变得更有热情，对于法王的交办的事情，他是更有热情，是更加的努力要办成。那这都是因为法王他自己是这样子一个很好的人，他自己做到，所以他影响到周围的人也有这样子的改变。那么最主要呢，米遮多杰他自己发菩提心受菩萨戒，最开始是跟谁受的呢？是跟这个桑杰拈巴他的上师。当时受戒的时候就有一段记载说，桑杰拈巴人为他受菩萨戒的时候就说：“我觉得你在无量过去生中大概都从来没有坏失过菩提心所以桑杰拈巴有这样子说，我感觉到你无量生中大概都没有坏失过你的菩提心。所以从这句话也可以知道说，这个米遮多杰他真的是或许过去生中吧，他长时间的这种熏习，他自然而然就有这样子的菩提心。这个桑杰拈巴他可不是这种会说这种讨好的话的人的，他是一个很直的人。那米遮多杰的教言当中都有提到，这个桑杰拈巴他的上师桑杰拈巴是非常的严格的，他甚至很会骂人。不只是很会骂人，而且是很直的、很直接的，当下就会骂人的。他不会因为就是你是法王或者是什么，他就不说。这里我可能举个例子，在桑杰拈巴快要圆寂之前有一天他就说，我呢还是快点死比较好。在你们这些好像就是说，在你们这些僧人没有违反戒律之前，我还是赶快先死了比较好吧。就是从这段话可以看得出来，他是非常直的一个人。总之回到这里当他在为米遮多杰受戒的时候，你看桑杰拈巴仁波切也感受到米遮多杰他的这种自然流露的菩提心。所以总之呢，米遮多杰他自己在传授，为别人传授大小乘的戒律，他自己在听闻佛法，或者为他人开示，或者著作，或者教学授课，还有口传，为别人口传，或者说一般跟人结下法缘的一些这些活动，譬如说在大家一起持诵六字大明咒等等这些总之任何这些活动的时候，法王他首先第一个他会做的就是先把自己的动机搞好，先要升起一个清净、一个真诚恳切的动机。他的心中呢，总是想着一切的众生，这是一个。再特别呢，他也会想到那些
将希望寄托于他，皈依他的，依止他的那些弟子。尤其呢，他也总是想着佛教是这个式微的这样的一个时候哦，那么我们更应该要努力的弘扬佛教。他也想着说，对于佛教的弘扬，自己该怎么样多做一些事情等等。所以除了这些为了众生等等，还有为了佛教的弘扬这些想法之外，他完全没有任何自私的，任何想到自己的念头。法王很小的时候他就说过，他说我呢已经得到了噶玛巴的名号，那得到了这个名字之后，我并不是，我也不希望没有觉得说因为得到这个名字就可以更有地位，更有成为得到宗教领袖的这样大师的名号，没有。但总之无论如何，我已经成为了法王了，一个宗教领袖。所以因此呢，有非常多的信众将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所以为了要帮助他们，尤其帮助他们调伏他们的心，如果只是为了他们讲说一些小经小论，或者开一些小课程，或者几年几个月的闭关修持，这样也是不够的，没有办法真的帮得了他们。有无量的众生，就有无量的烦恼，也因此就需要无量的这些善巧的方便的对治法。所以我自己也要真着闻思修，熟悉更多所有的经论，然后尽量的能够帮到他们，学到这些内容之后帮助到他们。你看他很小的时候就在这么讲了。所以呢，这里也说米觉多杰呢，他也对于灌顶口传开示各方面呢，他依止了很多的上师。那主要之前谈到他有4位主要的上师，当然那个时间并不长，但依止了上师之后，他也承担起责任，他也不断的去为了佛教，为了佛法，他也不断的去阅读，不断的闻思修，然后也是尽他自己的力量去做。那无论他是在人群当中也好，或者是在一个极静的地方的时候，看到他都在做什么呢？他都是在闻思修，他都是在，譬如说在读经的时候，如果稍有领悟的话，他就会非常非常的高兴我懂了这个道理，原来是这样子。那种感觉，他说就像是从一个盲人从这个垃圾堆中找到了黄金一样。那这是有多么高兴所以米觉多杰他平时自己在阅读读经学经的时候，只要有那么一点领悟，他就非常的高兴。当然有时候有不懂的时候，那时候法王就会说那我真的是一个这个业障深重不懂佛法的人然后就非常的这个身体也都这个焦虑到这个睡不着觉，然后甚至会就难过的都哭了。哎呀，我真的是一个这个业障深重这个怎么会这些道理我都读不懂就是非常的担忧到睡不着觉等等。但是呢，因为过去生中的熏习，还有上师三宝的加持，米觉多杰呢，虽然没有在他上师直接的教导之下，但他自己精进的阅读呢，之后也都能够领会贯通。所以上面那一段都是出自他的很多的传记都提到说他是这么样的自己在读经闻思修上努力，但他身边的人就怎么说呢？他就说哎呀，那么与其呢为了这
这些读经啊、写笔记啊，校对那些对弘扬佛教没什么用处的事情。与其做那些事情然后辛苦的待在像是这样一个卫藏啊，这样一个没什么人供养的地方，就待在这样一个没什么供养的地方，然后你自己在那儿读经、写笔记啊、写著作啊等等，这什么用都没有，还不如呢前往康区，哇，那些供养如雨降临啊，然后你的衣食各种东西非常多的地方，那多好啊！而且你在那边还可以广收成千上万的徒众然后你可以真的是建立这种佛学院啊、实修的地方啊等等，这样不就好了吗？法王的行为真的是这个太像小孩了，太幼稚的行为了，所以。当时记录法王身边很多人会这样子说他，就对他升起这样的邪见甚至这样子去诋毁他。尤其是他身边有一些那些比较喜欢这种应该怎么说，喜欢钱的人和浮夸的一些人他们呢根本在卫藏就待不下去了，那什么供养都没有嘛，然后他们就是处心积虑的想要就是回到自己的地方。像是康区，他可以得到世间八法的这样的这个地方，然后总是吵着说我明天后天就要走了，然后他们总是抱怨说，待在卫藏干嘛呀？这边没有人供养，也没有太多信众，也没有人相信噶举派，干嘛待在这里？还不如回到康区去呢。但米珠多杰也没有特别说他们什么。甚至呢，记录里面说呢，米珠多杰呢就给了他们满满的这些，应该说路上的盘缠啊，给他们所有的东西，然后就让他们回去了。这听起来也是蛮难过的，有点像是弟子舍弃了上师跑走了，这是蛮难过的，听起来。但是现在想一想，你看米珠多杰他那么喜欢这种读经学经，就是因为米珠多杰这么喜欢阅读，然后读经，才我们现在这个大波噶举、伽玛噶举，才有这些论点可以读我们才稍微能够对于佛经能够有一点点这种智慧去领悟，这都是因为第八世法王他的著作，当时他努力的著作，我们读到了才可能有所领悟。那就是因为他如果当时呢是没有住在卫藏这样的地方，而是在康区好多人围绕着他供养的他的地方，搞不好他写不出这些东西来。所以我们现在能够有这样子的福气，真的是应该要赞叹还有感恩当时第八世法王他的这样子的努力。之前呢家常这对我说过，他说这个米珠多杰真好，米珠多杰真好，真是了不起。米珠多杰还好，他是在那么久以前的人，还好他是一个祖师。如果是现在的话，他可惨了。但家长姐说的也真是对现在如果你看第八世法王，如果是在这个时代的话，投身在这个时代的话，我们的确就会像这里面的人这样子说他了。所以事实上那些当时离开法王的人，最主要就是为什么会离开，其实就代表了他们根本没有信心对法王。其实呢就像是能够在康区得到如雨下雨一般广大的徒众和供养，如果法王他真的有心要这么做呢，他在卫藏也可以得到的。甚至法王他只要回向，他一天当中
他的身口意的这种利他的善业，他回向的话，别说是胃脏了，就连像强汤啊、北方那样没有人的地方啊，各种食物、财富啊、途中也都会是像是云聚一般、下雨一般的得到。但是法王米直多杰他不喜欢这么做，所以不是说他得不到供养，也不是说他收不了徒众、收不到徒弟，而是因为他不想那么去做。当时呢，法王你看他是在各方面啊，不管是出世间、世间都是很有地位的，所以他如果想要那么去做，是做得到的。所以当时真正那些人，他们其实期待的是什么呢？他们希望的法王呢是一个这是在一个不受到任何宗教和世间的，总之他到了这样米直多杰能够在一个超越了宗教和世间管辖的地方，这他是最高地位的一个地方。那但卫藏就不是这样一个地方，因为卫藏它是有卫藏的国王嘛，那么所以他还算是在国王之下嘛。但康区就不是了，康区可以说是没有特别这样统一康区的这样的一个国王，所以呢，这些人会认为说法王应该就待在那样一个就是以他为尊、他最高的这样一个地方，然后呢，法王能够在那边啊就可以恣意的这样去指使别人、使唤他人，然后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他地位最高嘛。然后甚至谁敢这个批评他啊，就有权利可以去这个赐死哦。然后就是惩罚对方，就是赐死、判死刑等等。然后呢，他们会希望的说然后赐予死罪之后呢，又推卸责任说，自己一点都不知情，不是我做的，是我的总管那些人说的，然后假装模作样的是一个这个大上师的宗教领袖的样子。那这样子其实是利用了这个宗教的一种权力来弘扬佛教。那很多人却希望法王是变成这样的一个人。他们期待法王如果这样做到的话，那这是最理想的一个状态。但是如果真的变成是这个样子的话，从一个如法修行的角度来看，上述的那样的一种状况真的是听到都会让人想要呕吐的一个状态。所以法王他米直多杰从来没有那样去做的，他是非常的保持这个谦卑，然后保持低调，从来没有想到说自己要掌控什么样的一个权利，然后要能够这个掌控别人，他没有这样子的想法的。总之呢，法王米直多杰他自己不管他做任何事情，他都不会夹杂丝毫的这种私心，或者说世间八法的心，他一心呢只有弘扬佛教和利益众生。所以呢，有的时候米直多杰有时候也会说的比较这种好听的话，总是平常他会就说都是很谦虚的话嘛，没有比我更糟的，没有比我更这个不好的了，总是会说的是这样。但曾经也有一段时候，他说出一些这种的话，他就说，就像是郭桑巴大师说的一样，所有如同郭桑巴大师说的一样，所有的苦呢，我都经历过了。你们对我有所期待的人呢，是很幸福的，就好好向我祈请吧，
好好把我当成模范吧，我是不会欺骗你的。所以米之多杰呢，偶尔也会说出像这样子的话。米之多杰就说，就像国藏巴大师曾经说过，国藏巴大师以前怎么说呢？他说，所有的苦呢，他都经历过了，所以只要我把口诀教导你们，你们就能够解脱的。所以你们是很幸福的，苦我都经历过了。所以对我有所期待的人，你们是很幸福的。你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唯一要做的就是不要怀疑，然后好好带着信心虔诚，好好的祈请，然后好好的把我的这一生的各种的解脱行传呢，当成这个典范，好好的学习。那我是不会欺骗你们的，不管是今生还是来世，都不会欺骗你们的。所以他说，很多时候这样的话也让大家会有真的是有一种得到安慰不再感到害怕的这种感觉。所以你看，米之多杰偶尔也会说出这样的话，而不总是非常的谦卑那样子。所以你看，米之多杰有时候会说他自己是像这样子，像是一个大师，像佛菩萨的化身一样这样在讲。但有时候他也会说我连这个畜生都不如，他有时候会这样说。但平时他不会常常那样子说我是什么佛菩萨的化身，不会的。但是对于一些特殊的弟子的时候，他也是会像刚刚上面这一段的话讲的。这是过去很多祖师都是这个样子的。举例来说，之前呢，我看到噶玛巴第50噶玛巴的新谢巴的传记。那当时在米亚的这个地方，他是第50法王的一个弟子，他的一个自传。就这位跟米觉多杰的弟子他的这个自传，他就说那个当中就记载了他去见德兴谢巴的时候的很多记录。之前课程当中讲到第5世德兴谢巴的时候，我还没有拿到这部传记，所以后来我才拿到了这本传记。我就想，哎呀，好可惜里面有很多应该讲的没讲。总之里面提到说，米亚讲米央扎巴就是第50法王的弟子，他就提到说，像是见到什么本尊或者德兴谢巴自己见到什么本尊或者德兴谢巴呢，他有一些什么神通这部分。所以他们有谈到这些内容，因为这个弟子是具法器的弟子嘛，所以他们在谈这些神通见到本尊的例子故事的内容的时候，只要有这些侍者进来倒茶，马上这个法王就不讲了。等这个侍者一出去了，然后法王他又会继续的讲这些可以说内容比较秘密的内容。因为一般人听到有这样子什么神通见到本尊的话，他们是没有办法接受的，不可思议，觉得甚至可能会升起邪见甚至因为这样子造了恶业，落入地狱，可不好了。所以很多你看祖师们，他们对于这些特殊的这些行持传记他们是不太公开的，不会讲的。但有的时候适当的讲说是有用的，对我们是有利的，但有时候讲多了，那也不见得很好。有的时候上师总是在说的是我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懂，可能弟子就会觉得搞不好这上师真的什么都不懂，所以不能总是那个样子那么低调。所以有的时候还是得要说出一些我很厉害，我会说什么的内容。有时候上师真不好当，这个谦卑了，弟子就说你什么都不懂，说多了一些弟子又会说你上师怎么那么傲慢，这是不容易的。总之大概是这样子。好的，那就先讲到这里，休息一下。다 공도
那么他理解变难了呢？他理解古巴题。上一堂课当中呢，就讲到了这个妙行自赞当中的第9个妙行，那么也附带提到了许多发菩提心的一些内容。那昨天呢，讲到这个吃素的部分，那么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讲完，也就是因为吃肉畜牧业而造成环境的一些破坏，这一些的内容还没有讲完。但我觉得里面有些内容蛮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所以接下来我想讲一下这些内容。那么之前谈到这个畜牧业，那么对于我们世界上地球上这些水资源啊，还有各种的各方面上土地上都有一些破坏，那么这在昨天有讲过了。那今天想讲一下，就是畜牧业对于这个海洋的一些破坏是什么。首先呢，我们说海洋当中每年有大概多少吨的鱼从海中打捞出来呢？是有9000万到这个大概1亿吨的鱼从海洋中打捞出来。那这样子这么多的鱼那么是大概是多少个生命呢？是2.7兆的这个生命，但这也就是一个忽略。这里我们需要知道的，也就是在甘珠尔，就在佛经当中有提到说，有60个这样子的处所，那不需要全部都知道，其中一类是对不起，就是佛经当中也有提到这个数字就是个十百千万长，就有一些数字就是在藏文当中里面，就是在藏文当中的这些数字的说法有一些不同，所以个十百千万、10万、100万等等有这种不同的算法。那么所以这是在讲藏文里面的这些数字它是个十百千万怎么来算，它都有不同的这个用词。所以总之呢，是有2.7兆的这个生命这个鱼类每一年当中。但无论怎么算所以是可以说是每一年当中有
可以我们捕捞的这些生命啊，是不可思议的多的。所以由于这样子，我们不停的这样子的捕捞，所以可能到科学家认为说，可能到2048年哦，这个可能海里面就捞不到鱼了。还有在我们这个打捞的时候，譬如说，打捞1磅的鱼，那同时呢，就有5磅的其他的这些海产，其他的这些海中的生物被可以说无意的打捞上来。然而那些呢，被无意打捞上来的呢，就要被丢弃掉，然后也会死亡。所以这样来看，全球每年大概有40%打捞上来的鱼都是浪费掉了。那这些40%被可以说浪费掉、扔掉的这些鱼类海产是有多重呢？是有28亿公斤。那这是非常恐怖的。那这还只是鱼类而已。对于那些虾米啊，其他那些还没有被算在里面，其他那些大概更难计算了。然后再来是谈到我们说雨林遭到这个畜牧业会导致这些雨林的这些毁坏。那么我们说最大的地球上的一个热带雨林就是亚马逊。那因为畜牧业，那么会导致91%的这个亚马逊的热带雨林呢遭受到这个毁坏。所以每1秒钟有1到2英亩的这个雨林被这个夷为平地。那为什么会这些雨林会被变为平地？那主要就是因为畜牧业还有饲料的这些的种植。所以每1秒钟里面就有这么大的面积的雨林被夷为平地。所以可以说，雨林被毁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畜牧业。还有就是为了这个畜牧业而饲料的种植那么会毁坏这个雨林。那由于这个雨林被毁，所以每天当中呢，有各种的植物，雨林中的这些植物动物跟昆虫呢也会灭绝。所以每天当中有137种的这个植物动物和昆虫会被灭绝。那么
它不是说一只昆虫啊，而是一种类的昆虫。所以总的来说，世界上呢，可以说有1.36亿英亩的热带雨林哦，由于这个畜牧业而消失。所以我们说，从现在整个我们整体环境来看哦，那么因为这个畜牧业而遭遇破坏。但是这里我们谈的畜牧业啊，大家也可能要认识一下，就僧众们，就是这跟可能西藏的那种放牛放羊的方式，和像尼泊尔啊这些山区里面放牛放羊的方式是不同的。现在这里我所指的畜牧业啊，已经是这种大规模的、这种有商业利益的这样子的一种大工厂的这种畜牧业了。所以不是像西藏的或者是尼泊尔、印度这些山区的这种畜牧业，不是的。那像喜马拉雅山区或者西藏地区，那的这种畜牧的方式，和我们现代科技的这种大规模的畜牧业，如果相比较的话，那喜马拉雅或者西藏那里些的畜牧的动物是真的是幸福的。那比起来，那些喜马拉雅地区的那些动物真的像是在净土了。所以真的像喜马拉雅地区这里的畜牧，它的对于众生的动物的伤害是比较少的。那因为我是牧民出身的，所以像我们养殖这些牛羊啊，其实就是真的是为了所谓的养家活口，就是自己这一家人，所以不是为了说我养牛养羊是为了卖给别人，不是的，而就是为了养活自己等等。所以说实在不需要蓄养太多的，所以一年当中可能宰杀1头牛，那就可以吃1年。但是讲到这个商业模式的话，那就不同了。那个可是就像之前的这个数字啊，那它是非常大规模的。那要怎么样想到的都是怎么样利润更高，但成本更低，然后怎么样可以在有最有效的利用，像是这些范围等等啊，考虑到的是这些东西。所以跟传统像山区、喜马拉雅地区或藏区这样子的畜牧是差很多的。所以这是各位像僧众们你们必须要知道的。总之呢，我们现在世界上，我们说素食吧，就是一个素食者。那还有一种叫做 vegan， 它是连这个只要是从这像是牛奶啊这些他们也都不喝的，算了。像我自己并不是这样一个 vegan， 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呢，像是蛋也不能吃，这个酥油啊，任何从动物身上出来的任何的这些都不能吃了。那这似乎有点像这个婆罗门派。但是现在西方来讲，这样子的 vegan 是比较多的。那这个 vegan 呢，在藏文要怎么称呼还不晓得。那他甚至连就是这些乳制品都不吃，所以我就称他们是 vegan。从一个 vegan 的这些人来说，那就是连这些乳制品啊，他们都不用的、都不食用的这些的人来说，
那么这样的一个 vegan 的素食者呢，相比于肉食者，可以为这个地球呢，节约这个5000升的这个水，每天。然后每一天呢，可以为这个地球呢节省45磅的这样子的谷物。同时呢，森林来讲啊，它也可以保护到这个30平方英尺的这个森林林地。那这是因为它这个吃素的原因。同时也因为他吃素，所以这样的一个人，那么他每一天还可以节约这20磅重的这样的二氧化碳的排放。那我们说造成地球暖化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二氧化碳的这个排放。所以呢，吃素的时候也能够节省这个20磅重的二氧化碳，而且它还能够救护一个动物的生命。所以身为一个素食者从这一点上来看，你可以说也对这个世界做出了一些帮助，产生一些利益。有的时候我们常说要省水嘛，讲到水的时候要省水啊，然后同时也要不要制造太多的垃圾等等，这些也是对环境保护很重要的一些行为。但是我觉得从吃素来讲的话，对现在我们说地球对环境更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很有贡献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一个人的个人的行为或者个人的一个选择，其实对于整体对于整个地球环境的这个影响也是很大的。同时呢，还有传统上我们有一种说法，无论是西方还有在很多地方，说法就是吃肉呢对我们的健康是更好的。那么我们说因为吃肉让人会变得更强壮比较不会太虚弱，会有力量，有这样的一种观点，尤其在西方是特别的做这样的宣传。但是现在很多的科学家还有这些医师们的研究都发现，还有一些呢在专业运动员从他们的身上也有一些实际的验证那么其实也证明了这个说法并不是很正确的，也就是肉食不一定对我们的健康更有利，而且不一定要吃肉才会人会变得更强壮。举个例子来说，在2018年的时候，有一个这个纪录片叫做《The Game Changers》，也就是中文应该是茹素的力量这样的一个纪录片。那主要就在讲到说这些吃素的人，然后他们的健康的情况等等。那因为很多人对于吃素是有疑虑的，所以这部电影呢就讲说了这部分的道理。那么这里面呢引据了许多科学家和医学家的研究，认为说很多时候就是因为动物的食品就像食肉等等，那么因为使用这些动物的制品会容易引发这种炎症，就是会发炎，还有心脏病癌症等等。
然而吃素的话呢，就能够降低这些发炎，同时减少这些心脏病啊，还有这些癌症。而且呢，这个吃素可以这个提升这个大脑的一些功能。同样呢，在刚刚那部《茹素的力量》这个影片当中也提到，他们发现呢，古罗马的就是古罗马的那些角斗士gladiator 角斗士，大部分他们也都是这个素食者，吃素的。那么他们说这些角斗士呢，也因为这样子吃素他们也具有这种很强大的这种战斗力等等。还有其实我们现在都可以看到的，像是很多动物，像是大猩猩啊，不是猴子是这种大猩猩等等这些强壮的动物，它们也是吃素的。我们常常会说这个它力量大的跟这种牦牛一样，跟牛一样，但牛也是吃素的。蛋白质是多，我的题，就是他们老自信了点的，所以他们这些动物，他们是吃素，但是体型还是那样子很强壮，都是有肌肉，满身肌肉，而他们的这个蛋白质都是来自于这个植物的蛋白质。那同样，这个纪录片当中也举了一些，当然主要是采访了一些人。那像是有一个叫做他是跑那个超马的，这样子叫做美国的一个超马之神叫Scott Jurek。那他也是素食者，甚至他自己说，我的胜利是由于我的素食的习惯。同时呢，还采访了一位从1984年到1996年期间获得了这个9面金牌的美国的田径选手运动员，叫做 Carl Lewis。那他也是吃素的。所以就是100米当中，总之他在好像是9秒、10秒，总之他好像是第一位当时是第一个，他创下了这个破纪录的成绩。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运动员，他也是吃素的。还有呢，美国的一个奥运的举重选手叫做Faris， 那他也是吃素的。所以你看，这些人他们也不就是像我们平常偶尔动一动身体的，不是，他们是专业的运动员。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专业的运动员，那像过去来讲，这里面有提到说，那么因为吃肉它的那个
血液当中啊，就是脂肪多容易阻塞，就循环不好。那他们吃素之后呢，据说就这个血液的循环比较好等等。所以呢，很多人认为说吃肉啊是我们人类唯一就是说这个身强体壮的这个原因啊，有这样的说法其实是不一定的。那事实上，很多这些说法可能是跟现在世界上这种很巨型的这种叫做这种肉食的商业的这种产业链的这样子的工厂公司，它背后有这些利益关系的，所以他们会告诉我们或者灌输我们一些观念，所以或许我们认为吃肉就会变得身强体壮啊，这就是他们的这些为了商业利益而灌输给我们的洗脑的一种讯息。所以呢，吃肉是不是真的就会让我们有强健的体魄？那我们不应该这样子就轻易的就相信，而是应该对于这个问题好好的去观察和研究。尤其我们现在世界上这些广告非常的多，很多广告用的都是这个，没有这个你活不下去，你一定要这个东西的，等等等等。或者如果你没有这个东西的话，你的人生就不圆满了。那比如说，当你骑上了这台摩托车，你就会感受到人生是圆满的。就是好，总之就是各种宣传说你需要才会，人生就会圆满等等。然后或甚至会感觉这个广告看起来，这个摩托车好像都可以飞到天上去，帅到不行，骑的那个人。我们一开始看到这样的广告的时候，也会觉得这太好笑了吧，太可笑了，怎么可能摩托车会飞啊？但看久你也习惯了，看起来越看越帅，太厉害了。然后再看，你就说，如果我也能骑在上面也不错，所以你就可能动手去买了。所以过去你看佛陀，他因为观察到弟子的根器，他想要的、需要的，而给予这个相对应的开示。有时候我发现这些做生意的人这些公司，他也看到出我们需要什么，这些顾客的需求，然后就给予我们各种的广告，来对我们做各种的推销，然后用各种的分析，用各种的方式，可以说是在欺骗我们。所以如果我们不这个放聪明一点，不然随便打开一个网页，就是其实可能你就被欺骗了。看一个电影，看一个看一份报道，搞不好就是被欺骗、被误导的。所以很多时候，不要一下子就完全的相信、投入进去，而是要有的时候要稍微理性的、抽离的观看，去看这些内容。我们其实都有这样子的能力嘛，但是我们常常却很不理性不用这样子的理性去看事情，那就很可惜了。但是呢，就像之前说的，吃素这件事很多人还是会担心说，我可能没办法吃素，会有些担心。我觉得这是真的不需要的一种担心，觉得自己做不到的担心。像当我在跟各位说吃素很重要的时候，你也不需要有这种压力我糟糕，我做不到，法王又这么说，那我又好像不吃素又不行，然后会不会我不吃素他会生气，法王会生气？你不需要有这种压力譬如说在我身边很多人也都吃肉的，太多了。
我也不会给他们这个困难，我也不会说他们什么。有的时候当然对别人说，他们就自己对号入座，好像说是在说他们，好是，但从来我没有真的，我没有这样说他们的，所以你们也不用有这种压力。所以我也不要一开始说吃素你就想说我要一辈子吃素，完全吃素，不需要。所以如果你能那样做到也很好，如果没有办法做到也不要有压力。譬如说你也可以选择说一天当中，或者说一餐不吃，或者说一个礼拜当中一天不吃等等。不然有的时候一下子想得太严重，结果一开始就太大的压力，然后这就不好了。这样子很多时候反而是没什么好处的。那我想说，就吃素可以慢慢来的。尤其现在很多，尤其是西藏那边的人会说，那西藏的上师说不能吃肉，那他们会认为说，那我们身体会不会这样子就营养不够？那该吃些什么呢？那尤其像怀孕的这些妇女，那他们那时候又该吃什么呢？有些他们会这样子的担心。但其实呢，很多时候很多吃素反而你会更对于这个营养你会更注重的。但其实你看，平时吃饭的时候也很少人在说到底这样营不营养。但是当一说不能吃肉的时候，马上就会说营养不够。但平时根本也不太在乎营不营养，但接着一说不吃肉，突然就开始担心起这个营养。所以到底是你不想吃肉的一个借口呢，还是你是真的很在关注营养呢？所以无论如何那刚刚也谈到说，总之呢不管你是吃肉还是吃素其实都要对于身体健康，就是营养的均衡上必须要注意的，这是要学习的。譬如说食物怎么样可以均衡的去吃，那吃素也要真的是学好学对怎么吃素，那甚至怎么样能成为一个好的厨师那如果有一天我到了回到这个印度的话，我可能会把所有的寺院的那些厨师，还有这个厨房的负责人全部叫来，好好的跟你们比一比不只是讨论一下，还比一比，看到底你们会煮还是我会煮。但开玩笑的，但因为我想说的就是寺院里面僧人这么的多，所以这个僧团里面的饮食真的很重要，真的是要有营养的，只是吃饱这是不够的。尤其呢，当我们说如果你选择不吃肉的时候，那么更是要注意说这个营养是不是均衡，这也是很重要的。不然的确有的人说我不吃肉，但是你平时也对于这个怎么样均衡吃营养你也不懂。那就像我自己刚开始一下子这个不吃肉的时候，我发现也的确身体上是会有跟以前不同，但10年了也没有太大的影响，也没有变得太不好。但是总之讲回来说，吃素断肉不要变成你自己的很大的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个压力，甚至也不要变成是一个很大的造成别人的困扰的，或者一个很大的争议。不是的，它是很单纯一件事情不用把它想那么复杂。就像我们昨天有谈到，就不需要特别的引经据典。但西藏人常常有时候的习惯就是把一件简单的事情搞得复杂。
好像结果变得绑手绑脚，怎么做都不对，然后压力很大。不需要变成这样，吃素我不想变成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各位，无论你们是有在吃肉的，还是吃素的，不需要因为听完这样的内容就开始焦虑或者是担心，还是放轻松，就是你自己在做的，对于自己的选择，各方面就是去想一想，然后慢慢的看能不能做出一点点改变，不要一下子就太这个逼得太急哦，不需要这个样子。如果很多时候呢，我突然马上这个上师怎么说，然后科学家怎么说，然后我马上就那样去做，我觉得很多时候呢，不见得是好的，大概是这样子。好，今天就讲到这里。好的，好，客诵。